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嚟到秒懂新聞。今日我哋要同大家深入剖析一宗近日備受關注嘅案件，就係大埔宏福苑前業主立案法團委員江長發同佢太太張若蘭涉嫌欺詐政府100%擔保特惠貸款。喺2026年5月14日，新界南總區重案組以涉嫌串謀欺詐同洗黑錢罪名拘捕。呢件事唔單止涉及金融欺詐，案件曝光嘅時間正值宏福苑大火獨立委員會聽證會進行得相當密集，令公眾對江長發過去喺屋苑嘅角色產生更多討論。案件核心係兩人涉嫌喺2022年期間，先後2次向銀行申請政府100%擔保特惠貸款。江長發夫婦同為藝解室內設計工程有限公司董事，佢哋被指將2020年1月至3月嘅股東注資等入數記錄虛報為公司正常營業收入，製造出公司受疫情影響收入下跌至少30%嘅假象，從而成功獲批貸款，涉款逾數十萬元。貸款到手後，大部分以現金提取，部分直接轉入江長發個人戶口，懷疑用作私人用途，而非指定支付薪金或租金。呢啲行為涉嫌串謀欺詐同洗黑錢。警方經調查後採取行動，雖然案件細節仍有待警方公布，但已經引起社區廣泛議論。100%擔保特惠貸款呢個計劃係2020年政府因應新冠疫情推出，由安正保險有限公司執行。政府提供100%擔保，目的是幫助中小企支付薪金同租金，避免裁員同倒閉。最高貸款額為27個月薪金加租金總和，或900萬元，以較低者為準。最長還款期10年，可享最多30個月還息不還本。關鍵申請條件係2020年2月起，任何一個月營業額比2019年至2022年指定季度平均每月營業額下跌30%或以上。企業需提供真實財務文件，銀行會做審查。呢個計劃原本係善意措施，但虛假申報就會構成嚴重欺詐。江長發夫婦被指違反嘅正係營業額下跌證明呢個核心要求。江長發本人同宏福苑有深厚關係，佢係屋苑嘅居民，入住超過40年，從事室內設計工程，對樓宇維修有認識。佢曾擔任第12屆法團管理委員會委員，任期橫跨新舊法團，亦多次參選。根據佢喺聽證會供詞，佢以往參選多次失敗，主要因為舊法團存在貼票同授權票制度，直至2024年先以逾900票高票當選。但佢入選法團後自稱被孤立，難以有效監督大維修同消防安全。2025年11月26日，宏福苑發生5級大火後，江長發更加活躍，經常公開批評舊法團透明度不足、管理處做法同工程監督問題。佢本人住嘅宏仁閣亦受火災影響，曾批評上樓執拾物品安排混亂。正因為有呢層背景，江長發近來頻頻曝光，主要同宏福苑大火獨立委員會聽證會有關。呢個由行政長官成立、主席為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陸啟康嘅獨立委員會，負責調查火災成因、消防設備、維修監督同提出制度改善建議。江長發喺2026年4月20日出席第15場聽證會，作為主要證人作供接近全日。佢詳細比較新舊法團運作差異，批評舊法團透明度低、授權票問題嚴重。例如2024年1月28日表決大維修承建商時，現場僅約200人出席，但票數超過500張。佢又指出，大埔區議員黃碧嬌曾帶同義工團隊入場收集授權票，期間有居民同義工發生摩擦。佢亦透露曾多次向政府部門反映棚網安全等問題，卻未獲有效跟進。最後情緒激動，表示如果部門及早行動，火災或可避免，佢哋就唔使滅村。除咗出席聽證會，江長發喺2026年3至4月期間，更主動發起2輪居民聯署，推動召開業主大會。第一次係3月，透過 Google Form 網上表格收集到超過400戶聯署，要求合安管理盡快開會。但合安指資料未能符合法定要求，只計劃舉行業戶簡介會。呢輪網上聯署其後引起爭議，大公報曾報道質疑聯署可信度，指網上表格易被冒填。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亦表示，收到居民投訴涉及冒簽，
已轉介執法部門跟進。更有居民向警方報案。面對呢個情況，江長發同其他業主喺4月展開第2輪紙本聯署，花咗2星期時間，親身去各區收集簽名，最終成功收集247戶聯署，佔全縣1984戶，約12.45%，遠超法例5%門檻。4月29日下午，江長發親身前往荃灣合安辦事處遞交文件。聯署提出11項議程，包括匯報財務、退回維修餘款、公開勘查報告、多次上樓執拾，以及就售賣業權、樓換樓或原址重建等方案讓業主投票。呢啲行動令佢成為大火後居民代表式嘅人物，頻頻接受傳媒訪問，曝光率大增。佢原本為爭取居民權益同屋苑透明度，但與被捕消息同時出現，就令人感慨萬千。案件曝光後，網民反應分歧。喺討論區，有人覺得可惜，認為江長發之前積極為居民發聲；有人懷疑案件時間點敏感，亦有網民堅持，如果證據確鑿，就應該依法處理。整體反映市民對事件嘅高度關注。各位朋友，呢宗案件仍未有更多細節嘅公佈。江長發夫婦現正被扣查，我哋會繼續密切跟進事件。呢節就講到呢度，感謝大家收聽秒動新聞，我哋下次再見。